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南方特搜报。台南的庙宇文化众多，除了拥有丰富的义政文化，更有众神之都的称号。今年适逢西港庆安宫的香科年，在文化部的支持下，市府文化局以西港香科组织的义政与庙宇民俗文化，在骁龙文化园区规划全新的义政场馆，设展25日正式展开。运用科技与剧场的方式，邀请民众体验有别于传统的义政文化。在树仔角白鹤镇与白龙安卢姓慈敬堂家将的表演，为云端乡路数位政法的义政展揭开序幕。由市长黄伟哲与文化内容策进院的院长丁小金以及多位公庙民意代表共同剪彩，为骁龙文化园区台南义政馆的展览来开幕。请用解，台南义政馆正式开幕。我们现场的朋友，一个热情的掌声。台南是众神之都，也是义政之都。对于我们义政的一个文化的发扬，在我们先前的义政嘉年华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把我们传统的义政不管是文武政尤其是武政跟我们当代的艺术这个大舞台的展演，能够有一个非常和谐，而且非常不汉格，而且不会卡的这样的这个结合，也让许多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朋友们都能够看到我们传统义政之美。台南一直是既传统，然后又透过逐年的各种艺文活动，让它展现了现代化的另外的风貌。这个两种很不一样的时空交错下，透过策展人，透过中研院的社会文化科学的研究，再透过现在新的数位创意的技术，让展览、让文化生活有了全新的面貌。我想这是从市政府到文化局跟文化内容策进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让台湾的文化生活更丰富、更迷人，以当代的样貌呈现在台湾民众跟全世界民众的面前。这次展览以台南香科义政演武与 GIS 绕境的资讯为主，由国立台南艺术大学与文化内容策进院合作，结合传统阵头的技艺、视觉艺术与文化科技等，利用阿凡达动态捕捉技术，以及从法国引进亚洲唯二的虚拟摄影棚与 4D 动态立体模型技术，打造浸润式的影像与空间体验。我们跟在台北的文策院 4D View 的 IP 实验室呢合作呢，把我们的家将团，把我们的这个白鹤镇的艺师请到台北，在摄影棚里面做了实体的这样的一个数位的影像的截取。那么在这个截取的基础上面，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个阵势的变化，还有艺师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呢。那另外结合了这个 motion capture 动作捕捉，还有我们庆安宫呢这个香科虽然中断了，但是我们也实拍了10几个阵头的这个开馆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把这些内容结合起来呢，我们希望义政馆能够去呈现出台南义政文化最新的这种视觉形式呢，让过去我们不熟悉的这种空拍下面呈现的这种阵势的变化，因为它其实每一个阵势都有不同的名字，还有艺师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么都能够透过黄明宏老师他的指导，还有中研院 GIS 中心的这个洪银发老师的指导呢，我们把地理的、把空间运动的、把身体姿势呢结合在这个视觉的界面上面。除了4D 影像，另外主办单位还邀请青年设计师谢永成为这次展览视觉设计来操刀，绘制20组用色强烈大胆的视觉意象海报，兼顾传统与现代风格。在开幕后连续2个周末，主办单位也将在骁龙户外剧场演出精彩的表演，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与体验。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喜欢电竞的朋友们有福喽！
高雄电竞嘉年华以及英雄联盟的秋季总决赛在同一天热闹展开。结合亚湾区新创园区的5G 科技，2场电竞会都选在高雄的展览馆举办。市长陈其迈也到场力挺，表示市府将全力发展电竞产业，让高雄未来成为电竞首都。2021高雄电竞嘉年华27日在高雄展览馆盛大开幕，高雄市长陈其迈亲自出席力挺电竞盛会，还上台体验 VR 虚拟实境。他表示，5G 科技时代来临，低延迟和快速传输的特性，加上 AR、VR 的运用，让不同领域同时间可以举行各种比赛，加强电竞比赛的丰富以及精彩性。过去我们电竞产业有一段很长发展的时间。那也由于我们一些新兴科技的运用，包括我们在5G 科技的来临，用这种低延迟，还有快速传输的这个特性，让不同领域同时间的各种比赛可以来举行。这个5G 专网的建设其实就是频宽非常的快，延迟非常的低。那我想这是第一个在基础建设上面取代了以往的这种宽频或光纤。那我们用5G 来支撑这个赛事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能够更快、更加速。市府全力发展电竞产业，极力促成产官学界的合作，也邀请各大电竞设备厂商共同参与，从教育到成为选手及产业跨领域新科技的结合，期待将高雄打造为电竞之都。除此之外，市长陈其迈也出席2021英雄联盟秋季总决赛的开幕典礼。未来除了说从观念的验证到服务验证以及商业模式的验证，能够在我们亚湾区成为5G AIoT 的这个新创园区。那这个新创园区当然里面一个很核心的这个领域就是我们的电竞产业。那我相信电竞结合5G AR、VR 的这个应用一定是可以更活泼更精彩。那也会更刺激。通讯上面又加了一些所谓的这个 enabling technology， 例如刚刚大家看到的5G 顺传门。那我想以后不仅是赛事的选手，甚至是在远地的主持人，甚至是更多的这个 keynote speaker 都可以透过这个顺传门瞬间来到赛事的现场。除了这个以外呢，我想对远在这个虚拟空间的这个观赛的人，我们提供了多个视角，你可以随选你自己最喜欢的电竞直播组，然后让这个直播呢能够更有你自己想要追随的直播组。陈其迈感谢经济部把高雄展览馆打造为全台第一个5G 试验场域，新创园区最核心的领域就是电竞产业。他相信电竞结合5G AR、VR 的应用，在亚湾区5G AIoT 新创园区将大放异彩。记者张世明、林嘉义高雄报道。因应养殖人口老化和人力短缺，促使智慧养鱼时代的来临，所以成大生物科技团队花了3年多的时间，开发出全自动的智慧鱼苗生产系统，比传统人工鱼苗大大减少了60%以上的人力。除了得到科技部2021年未来科技奖之外，日后也会将技术移转给养殖业者。成大这座智慧鱼苗生产系统位于安南校区，最大特色就是全台第一座全自动化养殖渔场，由生物科技系主任陈中岳所带领的跨领域人才共同研发。目前以10班为主要实验，可以主动侦测鱼苗大小，给予适合饲料，育成率已经稳定达到3至5%，比一般3%提高10倍。而且大幅度减少不到1/3以上的人力。在全自动的状况之下，把这些从藻类、丰年虾、轮虫到老藻类，可以自动的去做它的一个分析大小，然后去提供给适当大小的一个鱼苗去做食用。大家可以透过这样全自动的一个甄检跟筛选，提供更好的一个鱼苗的一个养殖效益，同时这一个系统也能够因为全自动化而节省了所有的人力的一个使用，所以只需要大概过去的1/3不到的人力。
团队当中曾经做过传统养殖的研究助理，也深深感受在室内养殖不用风吹日晒，看好智慧养鱼的前景。会人工的，所以会变成24小时都要去守在那个场。那如果有自动化的设备跟数据化的设备进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缩短这一段的花费的精神或者是金钱，那就是会变成我们有新人要进来水产养殖，他进来的门槛会变得比较低。成大智慧鱼苗生产系统今年也得到科技部未来科技奖，已经和一家光电公司完成签约技术移转，日后将帮助养殖业一步一步迈向智慧化。记者顾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高雄海洋派对热闹展开，市长陈其迈与各部会长官乘坐智慧无人驾驶船来到会场，充分展现出智慧科技应用于海洋产业。另外，高雄国际帆船赛也在鸣枪后正式展开，帆船在港湾飘荡，形成高雄的独有景象。高雄市长陈其迈热情地与岸边的民众挥手，智慧无人驾驶船今日首度亮相，承载各级长官来到活动会场。高雄海洋派对系列活动27日在爱河湾盛大展开，结合智慧应用服务，逐步完善高雄海洋产业。那未来呢，在我们海洋中心后面这里我们土开公司，我们跟港务局合作现在正在招标，在年底前就会得标，有60个船型。好，那另外呢在我们3号船起，下一阶段在3号船起跟5号船起也都开放来停放这个游艇跟帆船。所以在我们爱河湾也好，在我们的亚洲新湾区，那未来大家就可以想象，不仅说在我们这里有高流、高雄展览馆那以及我们现在在经济部全力在发展的5G IoT 的新创园区。高雄市长陈其迈与中央各部会及场官学界代表站在港湾边，为2021高雄国际帆船赛鸣枪揭幕，并且签下大名，共同见证造船及游艇产业 MOU 的签订，让高雄的海洋相关产业跨领域整合越来越进步。简单讲，不管是航运，或者是游艇，或者是造船，这种未来一定会加速的数位转型，但也意味着说，那要找一些外部创新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你造船的人他不见得知道5G IoT 技术的一个应用，所以就必须跨 domain 的这种跨领域的这种整合所以我们在这里5G IoT 的这个研发的场域，在我们交通部、经济部跟海委会的大力的支持那总共有110亿要投资在我们亚洲新湾区，意思就是说，你假如以后有什么题目、有什么困难，那你想发问、寻求解方，那你到我们亚洲新湾区就对了。高雄海洋派对结合各项比赛，这都是延续高雄开放河域、海域的活动项目。爱河港湾及海洋是高雄最美丽的风景。市府表示，会用更开放的心态，提供更多机会，让每个人自由亲近港湾及海洋，实践高雄为台湾的海洋首都。记者张世明、林嘉义高雄报道。今年东京奥运2位来自台南市的举重选手方婉玲及陈柏任表现突出，分别拿下女子举重49公斤级第4名，以及男子举重96公斤级的第5名。为了持续培育选手再战2024的巴黎奥运，市府媒合义载会持续挹注2位选手稳定的培训资源，作为选手的坚强后盾。台南举重好手方婉玲、陈柏任在2020东京奥运上表现亮眼。为了力挺2人再战2024巴黎奥运，台南市政府所成立培育优秀运动选手专户。这次的捐赠就是由台南市义载会捐出300万，作为选手训练补助金，期望让优秀选手可以在无后顾之忧、专注在训练上，能够再度为国争光。在冬奥里面为我们台湾争光，为台南争光2位选手，那我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谢谢他们。那也希望说他们能够
接下来能够在2024巴黎奥运里面能够有更绽放异彩。那目前为止，他们都已经在所训国家训练中心在备战，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能好好的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心理状况。那有赖于我们艺展会各位好朋友，大家齐心协力大家都是共襄盛举有这个机会来这个培育我们台南的子弟来有一个这个机会，让我们台湾站上国际舞台，也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专心的练习。举重选手陈柏任除了对市府以及艺展会的大力赞助表达感谢，另外也替其他的选手发声。其实有很多地方，很多那种基层的运动选手都是他们的训练条件跟训练的那种资源可能需要被大家去关注，因为有些人可能是身体条件还不错的选手，只是他们的资源上可能没有我们这些比较高端的选手的资源来得多。我觉得这些问题上，或许他们应该需要得到一些比较好的资源。教育局表示，为了更有效运用企业挹注款项，市府设立台南市政府培育优秀运动选手专户，并订定专户管理以及运用要点。以方婉玲及陈柏任为例，自8月起到2024巴黎奥运举办为止，每月将领取3万元培训补助金。市府未来也会持续照顾并培育更多优秀运动人才，并积极媒合企业资源，透过公私合力，营造更友善的训练环境，让选手能安心训练。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南台湾最大的动漫盛事博尔动漫季同人志创作展在高雄博尔艺术特区热闹展开，现场超过上千个同人志创作社团汇聚一堂切磋交流。而在舞台表演区安排有动漫迷相当熟悉的话题团体轮番精彩演出。1年1度的博尔动漫季是南台湾最具指标性的大型综合式动漫祭典。在疫情趋缓之下，今年动漫季涵盖博尔大勇区仓库及蓬莱区仓库共4个展馆，范围广阔，占地超过1000坪。而在舞台表演区安排有动漫迷相当熟悉的话题团体轮番精彩演出，其中狼之侠 cosplay 团体则带来动漫舞台主题秀，吸引了许多动漫迷前来朝圣。我们的团队名称叫狼之侠，我们主要是以 cosplay 然后的舞台表演跟动态摄影为主。我们今天表演的项目是 Fate Zero， 那我们这个是有点算是半改编的作品。对，算是有原作者，但还有半改编的作品。狼之侠所带来的动漫舞台秀，透过声光、道具、华丽舞台服装等，带来精彩的演出。团员们是准备了1年多的时间，透过大家的努力，完成这场演出。我们这些武器有些我们今天比较着重在于用 LED 灯，还有幻灯机去做特效。那我们还有做用角钢去做铁架，然后做出一个可以用移动式的平台，让人可以坐在上面，然后直接移动这样。我们就是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互相练习，包括动作啦，还有整个的熟练度以及力道，我们都有做很多时间的练习还有磨合。因为包括2个演员在对戏的时候，其实都是要花一些时间培养默契的。除了动漫舞台秀之外，还有大获好评的模型特展，让动漫迷感受动漫画原创设计和 cosplay 丰富多元的创意能量。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在高雄市的黄昏市场里，有着一摊道地的东港美食，在摊位的附近就能闻到阵阵的飘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哦，原来是旗鱼黑轮，用新鲜的鱼浆包裹着鸡蛋，再炸至金黄酥亮。真是会让人一口接着一口不断品尝。家中本来就经营着鱼制品的生意，身为东港人的老板，常年在高雄生活，因此毅然决然地决定来高雄的黄昏市场摆摊，创造一番自己的事业。我本身是东港人，加想着讲厝本身较早就是咧做这个啤酒的这个买卖，我想讲按呢。
进前就拢是离这个高雄嘛吼，离高雄咧出去咧生活，对这个高雄这个所在也有一点熟悉，所以我讲考虑讲安尼是毋是讲无了规家厝的这种这个鱼制品这物件吼，杀来高雄。食物好吃与否的关键来自于使用食材是否新鲜。新鲜的原料再加上画龙点睛的配料，制作出外酥内软、有嚼劲的黑轮。边拢是鱼制品的这个物件啦吼，就是讲你这个鱼的这个处理，是毋是一开始就有新鲜无？物件好食歹食，鲜度上重要啦。尤其阮这个物件鲜度上重要。所以阮的物件只家好食，即马加落吼，佮加上佮有包着这个卵啊。加了食起来，佮有这个卵香，佮有这个豆仔子这个甜度，所以食起来口感，互人的感觉完全拢无共。用心经营，用料实在，是老板经营的秘诀。营业额多少不重要，用心照顾好品质，看着吃过的每个人都赞不绝口，才是最大的肯定。港都新闻综合报道。在博尔的大港桥旁，最近又新增了一项公共艺术设施，在荷兰打造的38颗铜钟。由文化局与港务公司共同设置，日前也顺利完成钟响测试，预计在明年年初就能向各地的朋友正式亮相。熟悉的旋律透过铜钟响透整个码头。位在大港桥旁新增的公共艺术日前顺利完成测试，由一颗报时摇摆钟与37颗音阶铜钟所组成，还没有正式启用，已经很吸睛。这个钟是从荷兰原装，就是在荷兰制造的这个38颗钟铜钟然后它不同的音阶来，然后呢原装上去，未来有大概40首的这个音乐它可以敲出40种的曲目的音乐啦那它未来是用电子式的敲的方式，而不用人工去操作。测试不同曲目，叮叮当的钟声还没到12月，就已经有了浓浓的圣诞气氛。不少民众也期待能够在耶诞夜与跨年抢先听到钟响的试用演奏。对此，港务公司也做出回应。不一定来得及，所以我们还在规划，因为这个部分必须要跟周边去串联，而不是说我只有这一个钟，那我觉得这个钟即使周边环境如果不好的话，我们也会有顾虑民众的安全等等的问题，所以这一部分就容许我们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讲，但是还在规划当中。港务公司表示，新增的公共艺术未来将会与周边仓库和广场结合，期望带动大港的休憩与商业发展，带领更多民众走进码头。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是刘品言，我们再会。